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2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关心疫情哦，今仔日国内增加12例本土病例，有2例带病入境，无人死亡。另外，陈市长嘛说明讲，国产疫苗提前量产的原因，甲什么时阵会当开始做？阁有8月初9嘛，佮说明讲，防疫敢要佮放零的相关政策。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是12例。 那境外移入是2例，死亡的个案没有，所以人口的涵盖率现在达到33.56%，那机师人口比达到35.21%。好，在研发的过程里面，那政府我们设了一些奖助金、奖励金，那让他们愿意去做一些实验，让它平行的进行。那然后我们用预采购，帮厂商来分担风险。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那有奉献了大概26万剂，一定的量，那我们就准备来做这个，我们应该放在我们的公费疫苗里面排入我们的预约系统来做施打，让政策的稳定性，在8月9号，并不会做大幅的改变，以目前的情况大概不会加紧。 来看桃园，因为朋友真复杂引起的社会事件又搁扩大，警政系统甲医疗团队找出确诊者3礼拜内底的行踪，搁再找出真侪个确诊的个案。市长郑文灿是表示讲，透过主动追踪希望袂互任何一个为着病人加做防疫的空棒。特殊高有款疫情团报告摊开。 桃园顶个月27公布特殊高有款15693例确诊了后，透过行政系统甲医疗团队主动扩大回溯3礼拜，约于初9、初12天，甲另外1名朋友接触，佮找出特殊高有款引起的家庭群组感染。我们再把这个交友圈的朋友，他的家庭近距离接触的人再框起来，就连同他自己在内6个人确诊。 昨天公布1个，今天要公布5个。市长郑文灿伫防疫会议顶悬表示，15693例无交代行踪甲活动数，特别感谢警察甲医疗团队主动回溯，以人约人的方式约出6个确诊个案。虽然下户确诊个案数看起来真济，不过也是清零必要的过程。这样子清出来以后，社区会比较安全。那我们都知道，社区中如果有这个黑数。 有隐形的传播链，这样常常就会产生不明原因的社区感染。市长郑文灿表示，这确诊个案会互疾病同事、家庭的亲属或者是朋友款的感染，呼吁特殊高有款的朋友主动体检。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国产的高端疫苗，伫7月份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 也毋过专家审查会议无全部录影直播，引起质疑。卫生福利部今仔就公布审查会议的书面的记录，希望会使解决各界的疑虑。卫生福利部部长陈市长捌讲过，审查会议全部公开，还是无要公开，拢有无同的优缺点嘛强调讲，即马公开无记名的会议记录，互大家来了解。 另外，小署伫7月30嘛完成头4批高端疫苗的审查甲检验，拢总是有26万5千多人。今仔就完成最后的听书，开始配送。再来看咱国内的 AZ 疫苗甲莫德纳疫苗特别用了咯。指挥中心统计讲，目前阁有192万个65岁到74岁老大人排队等要注第2档哦。第5轮嘛，阁有56万7千档的莫德纳疫苗，主要是互第1类到第3类对象，阁有新的护理人来注第2档。有真侪人是拢真烦恼讲，家己的第2档莫德纳，毋知什么时阵才注会到。 新冠肺炎疫苗供货无够，国内目前库存的 AZ 疫苗甲莫德纳疫苗都要注了啊。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目前还阁有192万个65岁至74岁老大人排队等要注第2档。那第5批56万7千档的莫德纳疫苗，主要是要互第1类至第3类的对象，还阁有新的负责人注第2档。嘛，互外界烦恼讲，若是疫苗无法度如期送来台湾，恐惊会影响其他已经注过1档莫德纳的人，后手要注第2档的时间。现有的疫苗还是要尽量把它打完啦。
打越多人，覆盖率越高，对于社区防护是越好的。目前其实全世界的倾向是尽量让每个人都打2剂，而且要考虑打第3剂，因为病毒整个都变了，只打2剂的效果也在打折扣。所以呢，尽量增加疫苗覆盖率是最好的啦。医师表示，若是莫德纳疫苗真正袂赴送来台湾，还佫有一个方法，就是找代替疫苗。亲像1500万档 BNT 疫苗，若是有送到位，敢会当考虑遮的人会当转做是做 BNT， 因为 BNT 甲莫德纳拢是 mRNA， 其实是差不多的，直接转换注射是无啥物问题。若最近袂少30外岁少年人开始轮到注 AZ 疫苗，因为烦恼讲会有发烧的免疫反应等等的问题，袂少民众先去买退烧甲止痛的药啊，所发现最近伫咧药普拿疼这类的药啊，是拢交袂了。原则上来讲的话，在施打疫苗之前，我们不建议他服用任何药物。施打完之后的话，在48小时内，他有发烧的情形，或者是说他有那个患部有疼痛的情形的话，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忍受的话，我们才建议他服用药物。医师表示，最近普拿疼这类的药啊是拢袂了了，就算想要叫货嘛叫无。民众若是想要买有退烧甲止痛效果的药啊，其实甲普拿疼主成分以及氨酚同款会当来代替药啊，也佫有真侪种，买当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西南风佮加上低压带影响哦，中南部这几天是一直下大雨。气象局早起嘛又佮发布大水雨特报，其中高雄市的山区、台中市、彰化县等所在哦有局部的大雨，也是大水雨。云林的北港、嘉义的新港，佮有高雄的宝山国小，拢已经先宣布停班停课了。另外，气象专家嘛表示讲，刷来可能阁会有风台哦，会挖进台湾海峡，民众一定爱特别注意。高雄地区透早就一直落大雨，受西南风影响，高雄市山区大雨是落袂煞，但17线线平山总路段因为大雨佮放弃路袂通。气象局提醒中南部地区，初至规天拢要注意局部大雨、大水雨。今天在台湾海峡北部有一个比较中型的低压环流，那造成中部地区这边有一些符合的效应，那使中部地区的降雨是比较持续的，从早上到现在累积雨量也已经相当明显了。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中南部地区靠低延时强降雨。为气象局雷达汇报图，嘉义县甲云林县北部局部大雨、大水雨特报。另外，高雄市山区甲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市、屏东县受局部大雨或者是大水雨。苗栗、台南以南甲南部地区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专家表示，俗称风台乌的季风池已经在台湾周边产生无稳定的天气，除了这几天一直落大雨。这2天都热带性低气压轻度风台产生。8月4号、5号之后，那个在香港外海有没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或者是接近相当于轻度台风的热带系统，可能会有机会朝向台湾海峡方面移动了。8月6号、7号之后的降雨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气象局表示，未来1礼拜天气台湾拢伫低压带环境，虽然西南风无伫台湾顶悬，雨势减弱一寡，不过低压系统发展也是为台湾带来雨势。进前水利署针对台中以南5县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市是淹水警戒区域。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台中落大雨，乌日这2日累计雨量就超过340毫米哦。伫成功东路附近的灌村拢淹大水，嘛有土石流灌入去民众的厝里。当地民众是怀疑讲，可能是徛街附近的农地排水的系统出现问题。黄色的水不断流出来，水淹超过20公分悬，扫出去的水永远袂覆拄灌入来的水。民众看到这个情形，真正要哭无目屎。都是那个泥土、脏水、臭水，清了它又来，清了又来哦。你说怎么办呢？台中市乌日区成功东路附近有将近50户的传统灌村，这徛街是挖着山坡地兴建。这2天乌日已经落下超过340毫米的雨量，山顶的落果梅就位悬的所在直接破门冲入来，这家具是全部浸歹去。当地民众怀疑是面体顶悬的农地排水系统出了问题。200户遐一个水沟啊吼，遐做上是爱家己做好安尼啦，因为迄阵就是拢有申请要做，但是
水利局因为无这种原因，拢一直停顿起来就对了。这是第一次，这是这边真的第一次发生这种事，20几年都第一次，所以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台中市长罗秀燕得到消息前来看灾，水利局是调动2部抽水机来抽水，加天公伯也抢紧。他们有上去看，可能后面有一个田地哈，那他们的可能有点影响，那所以它本身是联动的。那我们会去了解是不是后面那个田所造成，也要去了解一下哈。市府表示，管村牵涉到违建的问题，排水系统有问题无？详细饮水原因就要搁调查，目前先以排水为优先，赶紧让民众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台中报道。南部的大雨嘛落袂停哦，高雄凤山建国路甲胜利路路口林兴道的污水管破去，附近的路嘛拢放去哦。另外，屏东恒春跟那边顶所在，嘛有真侪所在拢淹水，民众是真怨叹哦。东港个小琉球的船班哦，因为海象无改好，下晡往小琉球的船班就全部拢停驶咯。林兴道规个放落出现一个长宽大约3公尺的大坑，南部一直落雨，真侪所在传出灾情。高雄凤山建国路甲胜利路口附近的林兴道，敢若就因为大雨，造成下水道破管，沙石流入去，互林兴道放落来。地震局2号透早赶紧派人到现场将坑围起来。嘿啊，我吓一跳，奇怪，怎么会崩掉啊？原既有污水管线错位，因连日豪雨造成土质松脱。所以才会产生本次下陷的原因。地震局当地紧急修复当中，但一直落雨，唔哪互高雄有灾情。屏东恒春甲南边等地区嘛有真侪所在积淹水，像南边交流道往东港方向的路段，因为积水到小腿封起来改道，附近的店家嘛因为积水无法度做生意，连加油站拢停止营业。最深的时候是40到90。40公分嘛哦。不一定啦，因为高低嘛。就好热啊，无要啦。那这个生意怎么办？生意哦，就无生意啊，无人要入来啊。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屏东沿海海象无好，透早映达1.8公尺，3到4级，风影大嘛，互东港往小琉球的船班、民营甲公船下晡全拢停驶，提醒要坐船的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屏东报道。以色列对初一开始帮60岁以上的老大人注第3档的疫苗，是全球第一个追加疫苗的国家哦。柬埔寨为了避免变种病毒传出去，开放12岁到17岁青少年注预防针，而且第一线医护人员已经开始注2档无同款的疫苗咯。另外，英国的《金融时报》是指出讲，辉瑞甲莫德纳最近甲欧盟新签的合约，这2款的疫苗拢起价咯。伫咧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60岁以上的小大人出现排队等咧要注射，因国有新的注射记录，预防针追加到第3期预防针。I feel excellent, and if we'll need a forced vaccination, also no problem. 因为确诊数愈来愈多，发现疫苗的保护力愈来愈强。以色列是赶伫咧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注第3期预防针计划进前先注。自从发生疫情以来，以色列930万的人口内面，差不多57%的人注过2期预防针。会当讲是全世界模范。总理班奈特讲，已经有2000位接受测试的人做过第3期预防针，并无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柬埔寨整边即间病几落百位12到17岁青少年正伫咧要等驻中国的科兴预防针。当局伫咧8月初一启动这个年龄层的注射计划，目标是伫咧11月进前注200万人。ខាត់បងឯដោយសារតែយើងចាក់ដោយអត់គិតថ្លៃហើយណាមួយទៀតខ្មែរអាចស្ងប់ទៅយើងអាចអត់5ម៉ាស់អីបាទ总理洪森也宣布，会为50到100万位伫咧前线抗疫人员做第3期预防针，会当难免拍。若做过中国国药或者是科兴的人，第3期应该做 AZ 预防针，第6过来也同款。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要求辉瑞加莫德纳甲预防针的计划提悬。伫资料内面有这份一边甲欧盟签的合约，内面写着辉瑞自每一支预防针欧元15块半起到19块半，换算代表是650块。也若莫德纳每一支自欧元19块调换到25块半，换算代表是850块。也若起价原因，2间药厂拢无说明。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国民党开始进行党主席选举，这个月12、13开放领表，16、17登记。前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今仔嘛伫面册顶头宣布要参选哦，明仔载开记者会来说明。
朱立伦是强调讲改变才有希望，伊要带领国民党重新执政。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初二早起10点，伫人民册公布要参选国民党主席，呼吁支持者改变才有希望。强调国民党已经渐渐失去国际的重视，甲中国之间沟通的管道，也有台湾民众的信任。面对今仔日国民党的困境，诚做党内一份子，就要甲责任担起来，所以正式宣布参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若果唔改变，国民党恐惊会真恶转去执政，甚至2022年的选举嘛会受到影响。誓言要扛起国民党，希望恢复国民党的领导力，改变才有希望。他明天也会透过记者会的方式，亲自对外界说明他的路线以及理念。朱立伦强调讲，国民党需要有效的领导，爱甲英国执政的经验，甲即马地方执政的成果连接起来，而且全力甲局势打起来，甲中华民国赢倒转来。过去伊一手提拔的部署，新北市长侯友宜，虽然伫选举进程到上任了后，拢超工减少国民党的色彩，不过民调的支持度悬，伊即马是拿赢伫地方上届有够力的。也若对英国伊的长官宣布要参选，侯友宜的态度是真保守。任何人想为人民、为国家做事，咱拢爱甲祝福。朱立伦按算初三会举行记者会说明，嘛强调讲，面对2022地方的选举，上任的头一天就会启动2022选战策略小组。也若2024总统甲国会大选，会推出上强的候选人，带领国民党重新倒来执政。三级警戒降级了后，国民党重新启动党主席的选举，会伫12、13开放领票，16、17受理登记，9月25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审计部调查讲，去年有800多位公务人员下班兼差做职业驾驶，应该申请纾困的补助。审计部是认为公务人员的薪水并无受到疫情的影响哦，因这人跟领补助实在是讲袂过去，因会甲补助讨回来。公路总局调查嘛发现讲，有130个公务人员下班赛车趁钱，也毋过因无向本地单位来报备。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交通部去年的纾困方案，补助107500个职业的驾驶人，亲像客停车甲游览车的运将等等，计共核发32亿2399万。不过，审计部伫查核的时阵发现讲，其中有853个人是伫中央或者是地方的公务机关伫食头路，嘛申请领驾驶人的薪水补贴。经过调查，其中有130个人是违规兼职的。那边查证后，确实有确认说130位是违反相关兼职的规定。我们补贴的款项一个人大概3万块，好，那如果说这边130位，大概就是将近新台币390万。公路总局表示，薪水补贴的计划目的是要补贴职业的驾驶人，不过部分申请的公务人员有领固定的薪水，无应该领兼职工课驾驶人薪水的补贴。因为公务人员若是兼职，就要提报申请。针对违法兼职的人，会伫8月13进前，要求因爱甲违法领到的钱拢还倒转来。属于交通部的部分，我们大概已经处理完毕，大概有18位。哦，那这边款项我们大概都追回了。好，那相关人士、相关这些申请人也相关他们所属的机关也做出相关的行政处分的哈。那至于其他中央或是地方单位这部分，违反兼职规定这边，我们也函文给这些相关单位。公路总局表示，经过清查，兼职的大部分拢是第一线基站的人员，并无主管职务的。考虑基站的人员靠兼职赚所费，若是合法有申请兼职的人，就免甲钱拿倒转来。若行政处分的部分，就照各机关的规定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成立满1年，也毋过一款刑事法阁还未立法完成。今仔监察院长陈局是表示讲，虽然各界对法律阁还无法度完备，真无满意，也毋过委员会用20天的时间，真无简单，才成立哦。因会一步一脚印，继续来拍拼。甲手仔放伫台湾地图顶面，代表人权的保障渐渐伫国内布演。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庆祝成立一档，不过因这款刑事法的草案进前引发争议，撤回了后拢无提出新版本，运作也受到影响。执行刑事法没有的时候呢，你就要用监察院的法，那其实碍手碍脚的，而且不合用，所以我们也是有一点像在做擦边球，尽力
然后看看怎么样去执行。立法院时代力量党团这期国家人权委员会为什么到今都没提出这款刑事法的新版本？基本上连一个职权行使法都没有的时候，你要如何来行使这些组织法上面的职权？所以应该要赶快去提出这个职权行使法的这个草案。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目前各类整合各界的意见。像那个司法院有司法院的认为的意见，然后我们其他的意见当然要再做整合就是了。我们有组织法就里面描述的相关职权就可以了，并不一定要真正有另外一部这个职权行使法，当然有更好了。在整个法律的一个不够周延的情况之下，虽然是不满意这样的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就要历经20年，可见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监察院长陈菊是强调讲，人权会这一党以来推动人权教育，提供司法改革的建议，也针对人权议题和社会对话，发表人权报告。毋望一步一脚印，让人权会有发挥，保障国内人权。记者综合报道。民国102年，有一种野生动物药贩去喂着小狗病，当时有8个县市拢有疫情哦。后来就帮动物做疫苗，疫情就消失了。也毋过，台东县伫今年的6月份，有一只保育率的黄喉貂喂着小狗病，县政府嘛呼吁民众爱赶紧带厝邻的动物来做疫苗。无有真古锥的一支保育类野生动物，幸好今年6月伫台东林管处海端乡金平林道发现一只受伤的，幸好，毋过抢救了也是因为喂着小狗病死亡，成做国内第1例。它是在野外的，所以推测和幼獾的这个接触咬伤是比较有可能性这样。台东县的乡镇住路拢挖野外，狗鸟开接触野生动物，县府呼吁民众爱回先做小狗病疫苗。不过因为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避免群聚，目前去庄卡巡回做疫苗暂停。不过民众也先带狗鸟去动物防疫所，也就是动物病院做疫苗。网络上有公告，上班时间到动防所可以免费施打，那不然就是要到台东的签约的动物医院去自费施打。台东县政府表示，按算8月中，等新冠疫情搁较缓和，就会去巡回为民众厝内底猫甲狗做小狗病疫苗。县府已经买35000剂，一直到明年年底会进行民众厝内底猫甲狗免费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疫情，一寡血卵营队拢取消哦，有的是改做线顶举办。咱来看台中雾峰一间国小，因着专工规划一个教品德嘛教囡仔明白应该营队，咱做回来看卖。老师拿卡布的杯仔拿加水，互荧幕顶悬的学生囡仔听看卖声音敢有啥物变化？今年的hiệu热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的侪活动甲营队拢艰难会当取消，或者是用线顶的方式来办理。台中的东林国小就特别办一张线顶的品德音乐营，小解古典、流行等等无同的音乐种类甲知识。课程有教我们很多关于音乐，像自己做乐器，老师也会把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用品把它当来做乐器。现在不能出去玩，所以在家里就很无聊，然后还可以跟弟弟妹妹一起玩这个游戏，教他音乐、音符类的。老师佮教学生囡仔把米或者是豆仔滴入去空包内底，就会当加做无共的乐器，甚至用杯仔就会当完成一条简单的节奏歌。几个学生拢算甲真欢喜。包含我这个保鲜盒，它是装米粒，那米粒的声音就不一样。对，另外一个是装大的豆子，豆子里面声音也不一样。2个盒子它就是不同的打击乐器。虽然线顶上课的方式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变少，不过老师也是真用心准备，透过各种方式，和课程会当更加趣味，就是要消透学生啊长时间关踮厝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台湾新住民的人口是愈来愈多，婚姻轮陪这几档哦，伫血卵的时阵，拢会办一寡新住民相关的营队，毋那教一寡新住民的囡仔来明白妈妈的故乡，嘛教因来讲妈妈的母语哦。一般学生有兴趣，嘛会当参加。今年因为疫情哦，嘛改伫线顶来举办，同款拢真受到欢迎。
越南的老师当咧线顶教越南语，为着让课程更加趣味，老师是准备真侪教具来吸引囡仔的注意。上面的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因为他们可以自己转，然后转到什么字，那他都会把那个字念出来。念出来的时候，他会帮我念就是国语跟越南语。这几年台湾的新住民人口是愈来愈多，云林伦培国校为去年开始举办新住民语言的活动，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是差1点仔就要取消。加在囡仔即马拢有线顶学习的能力，让这个活动继续办。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老实讲，我们一直想说要怎么样去开设了哈。那所以在规划的过程我们是确实比较伤脑筋哈。那还好，因为前一阵子大家小朋友大部分都已经具备了线上学习的一个能力啦。即马培养囡仔学东南亚语言，也大大将做一款趋势，希望囡仔通伫活动内底学到侪越南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长期伫云林大溪推动艺术，嘛开一间大溪海口故事馆的艺术家丁林东，8月中开始要伫北港文化中心来举办伊个人的画展哦。伊讲已经真久拢无办家己的展览咯，即届伊要甲大溪在地宗教文化，甲伊家族伫海口的故事，拢画伫伊的画内底，望讲互大溪了解真特殊的大溪的海口文化。表示时拢无用力伫家乡大溪推动艺术文化的丁林东，即马拄着疫情，拢踮伫厝里休喘，也拄好有机会来做艺术创作，按算伫后个月办个人的展览。因为大概这10几年来，很少那么认真画了，刚好这一次疫情的关系，就大概都是在家里画这样子，准备我个人的个展。1971年出世，捌读过复兴美工的丁林东，专长是水墨画和国画，也捌得到真侪艺术奖。伊自本是海口的囡仔，到台北打拼，落尾也是倒转去，甲伊请养大汉的渔村，望改变家乡。伊创立大溪艺术协会，打拼推广艺术真侪年，在地有修复日本时代海口庄长大的厝，即卖已经正做是海口故事屋。丁林东就是这间故事馆的馆长，也时常办展览，佮有国际艺术志工交流等等的活动。我这一次个展的主题叫做怀旧，大概就是画一些庙宇啊，一些乡下的一些景色。对，像这个画的这个就是关将手，因为我们这边庙比较多嘛，就是从小看到大这样子。这个是我奶奶收集的一些以前的，清朝的时候的一些钱币。下面这一张是龙，就是我们庙里面雕刻的一些龙，还有画那个金纸。丁林东的个人展览按算伫8月14到9月初1，伫北港文化中心举办，是以大溪在地宗教文化，佮伊的家族的故事做主题，也展现伊在手的画图功夫。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山富士山，是热人真受到欢迎的爬山活动哦。因为以前已经停办2档了，最近又搁再度对外来开放。咱来看专业的电影记者，伊嘛登上富士山，有迄个真水的日出云海的风景，咱做伙来欣赏。100多位登山客，半暝天未光，就行向富士山的山顶，要伫透早4点，伫山头站一会，看日头出来。日头还未晒时阵，日頭光自雲海射出來，真侪人講一透早伫咧山頂看到日頭爬起來，規個心攏靜落來。他の山も登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富士山ってちょっと特徴的で火山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て、周りにこのなんか連なった山がないから、一つだけ抜きんでて高くそびえ立ってる感じがすごい壮大で。かっこよくて神道の一つの崇める山として昔から崇拝され続けていたので、やっぱり僕も別にそんなに神道にすごく詳しいわけ、信心深いわけでもないけど、でもやっぱりここに来ると少し心が改まるような気持ちになりますし。海拔3776公尺的富士山是日本上悬的山，自东京市中心坐火车只要2点外钟就会到。
外形正水的山形，几落公里远拢能看甲正清楚，是日本上有名的地标。对古早到即马出现伫咧真侪日本的艺术作品内面，这就是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较名的邦维作品《神奈川冲浪里》。2013年，富士山被登录入去世界文化遗产，每年7月到9月开放登山的季节。游客差不多拢20万。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关于4条主要登山步道的山梨县加静冈县，自1960年以来第一遍宣布封山，禁止游客入去。这个初期开始，步道开始慢慢解放，对外开放，相关单位要防疫措施。游客登山进前要写健康说明书、磅体温。为了要减少伫咧半暝爬去山顶的人数，伫咧半山本来24点真久开放的富士五合目，时间缩短真济，透早3点到下昼6点。内面的山厝有个人房，通经也拢有菜价房。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